少年皇帝刚继位就被告知自己的生母不是当今太后刘娥，而是当年宫中地位卑微的李顺荣，此刻正在郊外为先帝守皇陵。年轻气盛的赵祯得知真相后，不顾宫中禁制，让本该4更才能开的宫门立刻打开，策马扬鞭出宫，直奔永定陵而去。就是要接生母李顺荣回宫尽孝。天蒙蒙亮时，赵祯赶到永定陵门口，却被守陵的将士拦下。赵祯气急，拔刀逼迫将士让路。这时晏殊带着皇帝的仪仗队也出现了，目的是把赵祯请回宫去。李顺荣躺在病榻上，听见门外的响动，知道是他的六哥来了，顿时有了些力气，即刻命人给他梳洗一番，想要好好见见自己的儿子。面对层层阻拦的士兵以及晏殊的规劝，赵祯坚决不肯回去，执意要见李顺荣。晏殊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谏赵祯当谨记大宋君王的身份。是陛下，大宋的皇帝不是刘哥。先帝让身为嫡母的刘娥抚养赵祯，又不让赵祯知道李顺荣是他的生母，其实都是为了稳固朝廷。纵然思子心切，李顺荣也深知不能见赵祯，更不能相认，随之让老内侍将自己抄了1年的经文送出去给赵祯，希望他能在太后的辅佐下做一位好皇帝。晏殊也趁机规劝赵祯做一名造福天下的仁爱之君。那朕的母亲呢？10月怀胎，却未能得这一丝跪拜的母亲呢？娘娘为天下百姓诞育天子，天下百姓也为官家奉养着娘娘。赵祯看着老内侍送出来的经文，听着他转述生母的话，还有晏殊的规劝，最终只能妥协。可又想念小时候顺荣给他做的蜜饯果子，于是想借此进去坐坐，见上李顺荣一面。老内侍面露难色，称顺荣自从守陵后就没再做过点心蜜饯，不过他的手艺是入宫前在马新街果子店和梁家婆婆学的。赵祯便带着人到梁家铺子想买些点心蜜饯，正碰上有几个恶霸闹事，书生韩琦路见不平，将他们拦在门外。赵祯见了，便让人教训了恶霸，又要叫人报官，韩琦却阻止了他，说这欺负人的源头是大宋的官家。赵祯无故被踢，有些不解，让他展开讲讲。韩琦不知道赵祯官家的身份，言语之间对大宋官场如今的形势很是不屑，觉得上位者不知民间疾苦，当官也不为民做主。赵祯乍一听这样的言论，心里很是不服气，但当他真真切切地看到梁家人的生活状况，体会到穷苦人家生活的艰辛后，他又说不出话了。赵祯未赌一口气，反问韩琦，既然他鄙视朝廷，那为什么又要做官？那些高官权贵只会说好，拍马屁，歌颂太平，民生疾苦，能传到官家耳边几分？我看不上如今的官，就更得入仕。我若金榜题名做了朝臣，不敢说建功立业，却定不欺上瞒下。然而谁能想到几年后，韩琦果真以新科进士的身份在大殿上与赵祯见面。为何不直接说愚蠢鲁莽？我便是要让他看看，这莽撞的妇人便是他给我娶回家的结发妻子。少年皇帝因不满太后是养母，就处处和他作对。赵祯的原配妻子郭皇后是太后逼迫他娶的，在赵祯眼里，郭皇后鲁莽蠢笨，赵祯本就不喜欢她，而他又时时争宠。这天赵祯回到寝宫，就见到郭皇后和杨美人在为个蜜饯盒子争吵。皇后认为杨美人拿走蜜饯盒子是小偷行为，而杨美人则表示自己只是想拿蜜饯去研究一下，看能否做出一样的给赵祯吃。好，我们这就去大娘娘面前翻烧去。娘娘是大娘娘亲自给官家选的，那自然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臣妾只是对官家一片真心，想要伺候着官家的吃穿更舒服些，万不知竟惹恼了娘娘。赵祯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心生一计，他故意让郭皇后学做生母李顺荣所做的蜜饯梅子，并带着后宫娘子一起做。郭皇后不懂赵祯的小心思，带着蜜饯梅子和一众妃嫔到太后面前邀功，却句句都触在太后的逆鳞上。这味道又回到宫里来了，什么味道啊？就是李娘子做的蜜饯梅子的味道呀。太后看了郭皇后进献的那盘蜜饯，盘子上还刻着三春晖，她脸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内心波涛汹涌。而愚钝的郭皇后对此毫无察觉。大娘娘对她的蠢货，利用邀功讨宠的脑子，不想死最好牢牢缝上这几张嘴。太后的内侍任守忠在殿外听着郭皇后的话，借责骂小内侍打断了他。等人都走了以后，任守忠向太后请罪，而太后知道他入宫20年从未如此失礼。任守忠这是拼了自己的师仪，阻了他在小辈们面前失仪。任守忠陪他在这宫里数十年，只有在他面前，太后才能说一说自己内心的苦闷。感念他数十年的厚爱，我不敢违傲。我却也问先皇一句，此事知之者甚多，若官家知道真相，执意要接回生母，两宫并立，我又该如何做呢？赵祯得知人手中的反应，越发肯定自己并非太后所生，若是亲生母亲，哪有给儿子娶一个莽妇当皇后的？自己无法接回生母尽孝，只是让宫中上下都学做李顺荣的蜜饯，就遭到太后的反对，
赵祯很是气恼，跟身边的张茂泽好一通埋怨。赵祯给李顺荣赏赐了许多份例外的金银珠钗，让张茂泽给他送去。晚上张茂泽回来，却向赵祯跪下请罪。臣斗胆求陛下，好对李娘娘的思念关切埋于心底，万勿再做伤大娘娘恼恨的举动。赵祯对张茂泽的转变有些生气，觉得唯一能信任的人都背叛了自己。张茂泽捧起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盏呈到赵祯面前，原来张茂泽的父亲当年和权臣勾连而被抄家，这只玉盏便是太后赏赐给江都之的，而今天江都之又将这玉盏还给了张茂泽。张茂泽告诉赵祯，先皇常年卧病在床，有许多大臣勾结想要谋权篡位，而这些都被太后给挡了下来。如果没有太后，也许就没有今天坐在皇位上的赵祯。这天下不能没有赵祯和太后，但是可以没有李顺荣。张茂则提醒赵祯，如果他一意孤行，也许会害了李顺荣。张琪没有治世之才，却被太后提拔为枢密使，赵祯这才明白，此时的时局是他和太后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可一旦他再一意孤行下去，很可能就会让朝堂颠覆。梁家怎会家破人亡？转眼几年过去，殿试如期而至，太后带着一众女眷一同观看今年的新科状元。太后询问当杨郡夫人的女儿苗星河前三甲怎么样。苗星河识不得多少书，憋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好词来形容，只是觉得状元不甚好看，倒是榜眼看着不错。这个韩琦一表人才，也不知道定了亲没有。荷儿喜不喜欢呢？我不喜欢，不喜欢。那荷儿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我不说。女眷们调侃，当杨郡夫人以后找女婿可难了。而一向蠢笨的郭皇后这次倒聪明了一回，她打趣称苗星河是心气高，想着比状元和榜眼更高贵的夫婿，怎料那人就是大殿内坐着的自己的丈夫。赵祯在进士名单上看到了韩琦的名字，想起当年他对自己说的豪言壮语，很是欣喜。韩琦见到龙椅上的赵祯，也认出他就是当日和自己有过争执的那个少年。赵祯又问起韩琦关于方氏之治的建议，却发现韩琦唯唯诺诺，早已没了当初的大胆直言，斥责他当日一介布衣，尚且敢与恶霸周旋，今日金榜题名中了榜眼，怎的失了气魄？臣不是不敢，更不是怕影响什么功名仕途，而是亲眼目睹了梁家的家破人亡的惨剧之后，深深觉得出于善意的鲁莽之言、任性之行，也许反而害人。赵祯的步步紧逼，让自己求锤的锤，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兴起，称赞梁家的药自蜜饯梅子好，使得宫中上下乃至整个京城的富贵人家争相效仿，致使梁家维持生计的果子贵如天价，腌制蜜饯的药材也一金难求，最终让梁家无钱买药，病死了当家人，没了生计依靠。赵祯为自己的无心之失自责不已，把自己关在寝殿不吃不喝。赵祯乳母的女儿苗星河从小与赵祯青梅竹马，在白天的放榜仪式上，太后看得出来和儿对赵祯的情愫，打算成全他，问他想不想留在皇宫里。苗星河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不仅如此，太后还有意无意教苗星河在宫中立足的方法。因为听张茂泽说赵祯因为梁家之事整日没有进食，苗星河马上慌了神，求大娘娘先令官家喝水吃饭，再自行自责。获得太后的允准，苗星河亲手做了一碗糖粥，跑去寝殿送给他吃，没想到却被赵祯认为是太后的传话筒。这碗桂花糖就是我做的，我没有说瞎话。本就是一个单纯的小丫头，带着一腔深情来见自己的心上人，却被赵祯这样看待。苗星河满心委屈，抹着泪跑了出去。时光飞逝，苗星河长成了大姑娘，可是她对赵祯的感情却从来都没变。不说了，六哥，六哥，我们回家吧。元旦大朝会，万国来拜，赵祯的生母李顺荣却突然病危。赵祯很想去探望，但他身为帝王又不能缺席。朝会上，赵祯忍不住想起八大王曾经对自己讲述的刘娥如何将自己从李顺荣身边抢走，李顺荣失去皇子后又是怎样的境遇。赵祯的走神被群臣看在眼里，回过神来的他只能稳住心神，忍着悲痛继续主持下去。朝会结束后，赵祯便一直一言不发，呆坐在水榭那里，不肯让任何人靠近。苗星河担心赵祯的身体，忍不住要去陪他，只是还没等他出门，就被太后给拦住了。今日你陪了他一时，以后打算陪他一世了吗？面对太后的逼问，苗星河没有正面回答。为了让苗星河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太后给他讲起了李顺荣当年的痛苦经历。赵祯所在的那个水榭，是他和李顺荣曾经离得最近的地方。明明是赵祯的生母，可是整整一生能与赵祯相处的时间不过是短短几个时辰。更残酷的是，小赵祯眼馋李顺荣做的点心，可在先皇和太后没有发话前，他不敢主动送东西给大宋的皇储吃。苗星河一时泪流满面，虽然知道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再无回头时，他依旧选择了陪赵祯一辈子。大娘娘，荷儿想好了，荷儿愿意陪六哥一辈子。
做这宫中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苗星河得到太后的许可之后，就匆匆奔去水榭找赵祯。在看到赵祯的那一刻，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紧紧抱住了她。我们回家吧。苗星河的母亲不愿意女儿一生禁锢在深宫，可太后知道苗星河对赵祯的爱早已深入骨髓，一道懿旨已经送不走他了。赵祯对苗星河吐露心事，这几年来，赵祯一直将对李顺荣的愧疚之情埋于心底，想着等到自己掌权的那天，就把他接回宫中为母尽孝，但上天却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他。在苗星河面前，赵祯感觉异常轻松，之后才觉得自己很冷，然后便把苗星河拥入怀里，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女人明明已经嫁过一次，却还能被召入宫中做皇后。曹丹书难以置信，觉得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正当她满心欢喜的梳妆打扮时，赵祯却对这桩婚事提不起兴致，迟迟不肯换上喜服。原来，当他得知朝臣们的意见出奇的一致，竟然全部推荐曹丹书做他的皇后，便向韩琦打听这女子的情况。曹氏当是才华过人，为人诚信，但是容貌丑陋。韩琦将市面上听来的传言转述给赵祯，称曹丹书曾经为了祖父所定下的婚约嫁过人，但新郎李直一心修仙，对婚事十分抗拒，是曹丹书自己坚持守诺。她嫁了，群臣竟一致举荐一位。然而新郎进洞房看见她以后就跳窗逃走了，因此世人认为曹丹书貌丑，吓跑了夫君。为此，曹丹书便在朝臣们心中留下了诚信稳重、貌丑不致祸君的印象，所以群臣纷纷举荐曹丹书为皇后的最佳人选。貌丑不致祸君，这就是朝臣心中的国母。韩琦的小道消息让赵祯心中对曹丹书留下了刻板印象，但又拗不过那些大臣们，只好听之任之。而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曹丹书，却因为能嫁给赵祯而欣喜。自从他回京听闻赵祯亲政的功绩，便对这大宋的官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那次进宫远远的一瞥，便让曹丹书深深爱上了这个气度不凡的男人。大婚当日，曹丹书按照所有人的期待，恭敬得体地完成了一应礼节，入主中宫成为赵祯的皇后，却直到深夜都未能见上赵祯一面。曹丹书见张茂则来传话，知道赵祯不会来了，没等张茂则开口，就替他编好了理由，在众人面前忍下情绪，做一个端庄贤德的皇后。天亮后，赵祯碍于面子来皇后宫里见他。官家，赵祯对曹丹书的美貌十分意外，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曹丹书因为昨夜独守空房，心中有气，便用礼仪包裹了自己，对赵祯十分客气。皇后，丹书，官家有什么吩咐？我昨晚甚是对不住。官家国事繁忙，臣妾行的。赵祯对曹丹书安排的饮食很满意，曹丹书如此得体也让他高兴，只是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疏离。吃完了早饭，就让赵祯回复宁殿去休息。赵祯讨了个没趣，只好离开。就这样，二人心中虽然都非常喜欢对方，但都不愿先捅破那层窗户纸，只能尴尬的相处。大哥，你还冷吗？那晚过后，苗星河成了赵祯的苗娘子。转眼5年过去，苗娘子已经怀孕4个月了。自从李顺荣去世后，赵祯就再也没有这么开心过。这是赵祯第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第二天，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将自己要有子嗣的消息告诉晏殊。虽然不知道苗娘子怀的是男是女，但出于私心，他还是想要一个女儿。公主不必承担天下，不必担负黎民苦乐，只需享受朕的疼爱。这也注定了后来徽柔屡次破坏规矩，官家也因此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破戒。苗娘子怀孕虽作为后宫之事，但也受到了前朝的议论。吕相故意提出苗娘子有了官家的第1位皇儿，但是品阶太低。这番言论让赵祯联想到自己的生母李顺荣，刺到了他内心的痛处。还没等吕相说完，就极力为苗娘子辩驳。官家说的极是，其实苗氏早就该晋升的，万不可因为苗氏的谦逊而委屈了官家的第1位皇儿。臣以为应立即晋升苗氏为昭仪。吕相这一记回马枪，不仅正中赵祯下怀，也为自己谋了福利，以此为结交皇子母家做打算。然而作为后宫管事之人的曹皇后，出于为大局考虑，出言反对苗娘子晋升。赵祯以为曹皇后反对是因为嫉妒，一时口不择言。都说她同你特别交好，你还有什么不信她的？再说，别说9平之首，她就是生妃了，她的孩子也还是叫你娘娘，叫她姐姐。曹丹书瞬时变了脸色，跪地言辞反对在皇嗣出生之前生苗娘子的位分，以避免因为此事使得朝堂外臣拉拢等事发生。然而一心想要给和儿一个身份，也想要给自己的皇儿一个身份的赵祯并没有听进去。等曹丹书说完，便铁青着脸离开。后来赵祯的乳母进宫陪伴苗娘子生产，还受苗娘子嘱托，把官员贿赂的礼物单子交给赵祯，让他来处置。赵祯听了许氏的一番话，才意识到曹丹书处处为苗娘子和他着想，劝他谨慎，他却责怪曹丹书。赵祯有些愧疚，便去坤宁宫主动亲近曹丹书。梁元亨，
元亨丽珍的元亨。忍住脚！胆大妄为的小崽子，你不知道避讳吗？男孩只因没有避讳官家的名讳，就被狠狠扇了一巴掌。张茂则见他小小年纪，只听一遍就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弓戒，欣喜不已。没想到却在询问他姓名时，没有避讳赵祯的名字，而遭到任督之严厉的训斥。张茂则看元亨机灵可怜，便出言为其辩解，询问他家里情况。家里没有人了，家父在我出生那年就已经病故，家母带我去投奔聊城舅舅家，前不久聊城红币流行，家母和我舅舅都不幸染疾去世了。若是穷乡僻壤一个顽童打顿板子也就罢了，可现下是在禁中，不避讳就是死罪。张茂则不忍心任督之处罚元亨，便出言提醒他苗娘子的产期将近，不宜动刑。任督之这才没有立马处决梁元亨。元亨被暂且关在了柴房，回想当日舅母与他哭诉家里贫穷，已经没办法再供养他了。不过给他谋得了一个好差事，是去全天下最尊贵的地方当差。元亨没有想到，舅母骗他去的最尊贵的地方当差，却那么的难。任督之决定把梁元亨赶出宫去，可那孩子已经被去了世，若被赶出去，这辈子也就没任何盼头。张茂则便找到曹丹书，为元亨求情，想求他就一下那个犯了忌讳的小黄门。曹丹书听完前因后果，觉得任督之的处置很合理。张茂则念着苗娘子生产，动刑不及，更是周全，于是他暂时不插手这件事，等苗娘子生产之后，宫内大赦之时，他再斟酌处置。赵祯已经拟好了皇子的名字，让翰林院那边筛选，可是给公主预备了满满一页纸的名字，却都不满意，觉得那些字都还配不上她女儿的身份。这天赵祯又想到一个特别适合公主的名字，特意让晏殊进宫看看。徽柔，徽者善也，柔者仁也。尚书吴意亦有云：徽柔以公，怀保小民。真是个适合官家长女的好名字。很快就到了苗娘子的临盆之日，赵祯和曹丹书都在外面守着，可等了2天都没等到孩子生下来，这让赵祯十分忧心。他守在产房外2天没走，已经感染风寒。曹丹书劝他安心等待苗娘子生产。官家别急，太医说了不会难产，头胎折腾个2、3日也是常见的。民间还说折腾个久的孩子，男孩聪明，女孩漂亮呢。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苗娘子终于艰难地生下了赵祯的第一个孩子。蜷缩在角落的元亨也迎来了光明。来吧，我带你去见皇后。给吧，你有福气，刚刚公主出生了，整个宫里大赦。怀吉，你以后就叫梁怀吉吧。在宫中当小黄门的梁元亨因不懂避讳，差点丢了性命，幸得公主降生，宫内大赦。元亨来见曹皇后，恭恭敬敬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曹丹书见元亨乖巧机灵，便没有过多苛责，只要求他改个名字。曹丹书帮梁元亨改名为梁怀吉，让他心存对公主的感激，安心地在宫里当差。谢皇后娘娘，不必谢我，这是公主给你的福气。怀吉原以为入了这冷冰冰的四方城，喜怒哀乐便与他没了关系，这一辈子便是日复一日的守着本分，过完这无趣而平凡的一生。然而却因一个人的闯入而乱了分寸。公主徽柔，那个一出生便救了他的人。赵祯如愿以偿得了一位公主，非常开心。1年多前，他从贡品里挑中了一个娃娃，便盼着能得个公主，把她作为礼物送给她，但又怕小公主不喜欢，慢慢的就攒了这么一盒子礼物。我常想，如果是个女儿，我要让她做整个大宋最快乐的姑娘。赵祯按照前朝皇长子出生的惯例赏赐百官，却有朝臣站出来指责他过于奢侈，不顾及边关守城的将士和天下的百姓。赵祯听了并没有动怒，轻轻挥了挥手，称送的那些礼物不过是库里面积压的，并没有额外花费。若是大臣们体恤百姓，大可以捐出去，也让全天下的人都沾沾公主的喜气。然而朝臣们因为苗娘子生了女儿，突然纷纷上谏，以赵祯没有皇子为由，要他早立宗室子为皇嗣。赵祯听得心烦，下朝后便去看望女儿徽柔。徽柔，爹爹不管有多少不痛快，看见你便也痛快了。小徽柔，给爹爹洗洗眼啊！哎呀，真香哎！赵祯一时心血来潮，要把贡品里2颗鸽蛋大的夜明珠放在徽柔的床头，只为让她夜里醒来有点柔光，不至于太黑而害怕。而苗娘子却有些不敢接受，觉得徽柔只是一个小小女娃，受不起这份恩宠。赵祯听了这话有些生气，差点斥责于苗娘子。曹丹书见状马上帮忙斡旋，既哄好了赵祯，又劝苗娘子接受了礼物。曹丹书知道赵祯因前朝事烦闷，便来约他去坤宁宫小酌一杯，还准备了他爱吃的鹿肉脯，可没想到却被赵祯怀疑指责。你明明就是想知道我到底会不会被逼纳谏，选宗室子入宫。前朝事为没有避忌，更何况涉及后果，要问便问，何必借口念着晚诗什么来试探？
曹丹叔原本念着夫妻之情，想来安慰一下赵真，可赵真却并不领情。深感受辱的他，言语中也有些咄咄逼人，和赵真闹得不欢而散。赵真也因为此事没了吃晚饭的胃口，便独自提着灯笼到御花园散步，却在这里遇到他这辈子最宠爱的女人。